主后2026年2月初8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咱来听读但以理书第10章第1节到第6节。塞罗斯做波斯皇帝第3年，互人叫做毕提沙撒的但以理得到启示。迄个启示是真实的，是有关一个大战争。但以理知影即个启示的意思，嘛了解即个异象。迄时，我但以理忧伤3礼拜。伫即中间，我无食好食的物件，无食肉，无啉酒，嘛无用油抹身躯。正月24，我伫底格里斯大河边，抬头一个看到一个人穿幼麻布织的衫，下乌发纯金做的腰带。伊的身躯亲像青玉，面貌亲像细蜡，目睭亲像火焰，手甲骹光甲亲像磨光的铜。讲话声亲像规阵人在发的声。大河边的异象，弟兄姊大家平安。基督应该是做基督徒，亲像读圣经一般固定的灵修功课。读圣经会当搁较明白上帝旨意和心意。若是基督是亲近上帝，享受甲主亲密亲近的时刻。听讲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逐日，就算搁较无闲，也会拨3点钟的时间用伫基督。先知但以理伊一日固定3遍的祈祷，毋但养成习惯，这也真侪当落时连伊的正直也知影的一个生活模式，甚至连主耶稣伊是上帝圣囝，也时时做祈祷。伫福音书就记载真侪关系主耶稣的祈祷，以及主教士咱的祈祷文。若呢，咱做一个基督徒袂晓祈祷，也是毋祈祷，这敢毋是一种属灵的贫惰以及骄傲，是无需要主甲上帝的罪。当然，祈祷无拄拄是要用真长的时间的祈祷，才是上好的祈祷。有时阵一句两句的祈祷也是祈祷。祈祷也毋是牧者的专利，毋是讲某牧者会祈祷，上帝才会听。撒母耳讲，上帝毋是看人的外表，是看咱人的内心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但以理书第9章到第10章，特别伫第9章是咧讲但以理的祈祷。大先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9章1节到19节，但以理为同胞祈祷。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的第1年，主前538年，也就是但以理受领到巴比伦以后的第67年。大流士王伫中文译本甲巴克个译本译做大利乌王。伫迄时，但以理已经是80外岁的老大人，而且巴比伦帝国也受波斯帝国推翻甲统治，所以才记大流士伊统治巴比伦国。迄时，但以理伊读着先知耶利米的册。关系圣城的荒废70年的记载，伊就向上帝祈祷，而且是禁食穿麻衫恢复，用忏悔哀伤的恳切祈祷来求问上帝。
但以理用认同性的祈祷，认因犹太人有做背叛上帝，才惹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互摩西律法所记载的咒诅甲灾会临到因。但以理恳求上帝赦免人民看顾遐个荒废土地，甲用上帝名所建立的城甲圣所，因为圣城的子民拢是上帝的子民，也是属于上帝。第二段伫第9章20节到27节，天使加比勒解说异象。当但以理还伫祈祷的时，大约伫显应节的时间，也就是下晡3点的时，伫第8章但以理出现的天使长加比勒，搁再一摆出现，互伊看，也解说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异象，主要是关系70个七甲弥赛亚的预言。加比勒讲起70个七，中文和译本翻做70个七，咱来看巴克的译本是70个七日，若是现代台语版圣经翻做70礼拜。70个七是490年呢，还是490日，还是70年？圣经学者也无一个定论，所以咱伫遮难过。怀疑70个七是上主对圣城甲圣民刑期满的一个期限。伫期满的时，要率领圣城会被重建，受抹油选立的领袖会出现。受抹油的领袖，通翻译做基督弥赛亚，也可能是咧指大祭司，也是政治领袖。伫耶路撒冷圣城重建完成了后的62礼拜，迄个受抹油选立的领袖会受剪除被杀害，也无人通煞接伊的位。了后，圣城甲圣殿会受一个王来攻占甲毁灭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所以搁再一次变拍远。这王用伊的手段甲真济有力的势力结盟，而且也禁止人向上帝献祭敬拜，搁将可恶的物移到下午上踩点圣殿，直到最后也受毁灭。这段异象经文的解说，应该是发生伫后来主前117年耶路撒冷大祭司安尼亚3世受杀害，希腊王安提阿哥占领耶路撒冷城，为非三造的迄个事件。最后，伊也伫主前164年受杀死消灭。当然，这段的圣经也有圣经学者应用伫主耶稣受顶十字架，甲后来罗马军队摧毁耶路撒冷甲圣殿的事件。第3段是伫第10章1节到第9节，底格里斯河边的异象。塞罗斯，也就是古列王做波斯皇帝的第3年，伫主前536年，但以理阁看见异象。咱知影古列王伊做皇帝时，有允准犹太人通倒转去重建圣城、圣殿甲家园。所以但以理可能因为伊也差不多将近90岁的高龄，加上伊伫皇朝咧做官，所以就无缀伊的同胞转去耶路撒冷。迄时伊伫巴比伦2条大河中的底格里斯河河边看见一个异象，
是关系一场大战争，直到但以理忧伤3礼拜久。伊看见一个身穿幼麻布的衫，腰下纯金做的腰带，身躯亲像青玉，面貌亲像细娜，目睭亲像火焰，手甲骹光甲亲像磨光的铜，讲话亲像军将在发一声的人。但你看见这个异象的时，边仔的人虽然无看见，毋过感受到压力甲惊吓，拢走去避。只有剩但你一人伫遐行甲二准，搁双骹无力。第4段是天使安慰但以理，第10章第10节到21节。迄时有一个天使用手甲但以理吐掉的讲，本体伫但以理第一日祈祷的时，伊就奉差要来见但以理。总是伊受波斯国的守护天使当21日，后来得到天使长米迦勒的帮赞，才到位来传达异象的解说。天使也甲但以理望，互伊有气力，搁坚强。天使讲，伊要去甲波斯的守护天使交战，后来会搁甲希腊的守护天使交战。另外也有以色列的守护天使会保护伊，帮助伊。天使也将真理一切的记录的事讲互但以理知。咱通对但以理书第9章到第10章来学习到什么？头一项讲到着祈祷，祈祷是亲近主的秘诀，祈祷是亲近主的秘诀。咱知但以理是祈祷的人，天使加比勒也传达上帝对伊讲的话，讲你是上帝所疼的人。9章23节。伫第10章11节，天使搁讲得到上帝疼痛的但以理，可见但以理是敬畏主祈祷的人，也得到上帝的疼痛。诗篇伫25篇的14节安尼讲：上主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要将伊的约指示因。但以理是一位敬畏上主，也是甲上主亲密的人，所以上帝也疼伊，也互伊得到特别的指示。祈祷是开启通往上帝至圣所宝座的步履仔，互咱伫甲上帝亲密的中间，通领受伊的慈爱甲信息，也通看见无论伫过去、现在甲未来，上帝是永远不变的上帝，也用伊的恩典、慈爱来帮助咱、拯救咱。所以，咱着用信心甲仰望来听候上帝旨意完全实现。第二，伫遮咧讲到着灵界的奥秘，咱毋通过度解说。但以理第9章到第10章有出现天使甲伊对话，这拢是属伫灵界的代志。伫圣经中，无论旧约甲新约，拢有侪侪经文甲一个所在讲起关系天使。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灵界的生物，大多数是咱用肉体看袂到，若亲像是隐形人，除非有必要的时，因才会用咱看会到的形象显现。天使受创造目的是成做上帝的册用，天使数量千千万万，天使也有自由的意志，所以有对上帝忠诚的好的天使，也有对落的天使，拥护魔鬼撒旦
做因的首领。遮个歹的天使就诚侪圣经中所讲的邪神，也是邪灵，嘛是咱一般所咧讲的鬼。天使无过带，所以袂生炭。撒旦甲邪神伫末日的灵界战争中，会受拍败、消灭，永远死亡。但以理书第9章到第10章，较特别有讲起两位天使长，一位是传达信息的加百列，伊就好亲像是新闻局长；另外一位是带领天军作战的米迦勒，就可比是国防部长。阁有讲到波斯国的守护天使，咱来看巴克的译本是翻做人军，若是中文圣经是翻做魔军。希腊国的守护天使，也是讲人军魔军。以色列的守护天使是大人军、大军。主耶稣伫马太18章第10节讲：恁着谨慎，毋通看轻遮个微细的人的一个。我甲恁讲，因的天使伫天顶时常得见我天父的面。对即节的圣经节嘛，好亲像是咧讲，每一个人也拢有守护天使的款式。总是对咱所知甲所毋知的，咱拢需要用圣经做唯一的标准，毋通毋信，毋过也毋通过度解说至到诚做假的干净。主耶稣甲咱讲：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其他加讲的是对小者出来。第三，伫遮咧讲到着属灵征战的真实性。但以理书第10章12节到14节讲，但以理向上帝祈祷，爱要了解异象的意思的时，上帝就差派一位天使来甲伊传达信息。总是途中拄着守护波斯国的魔军，甲伊阻挡21天，最后得到天使长米迦勒的帮赞，才见到但以理。这也说明咱所看迄个看袂到的，毋过也真实存在灵界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。亲像伫出埃及记17章有记载，亚玛力人甲以色列人交战的时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伫山骹出战，摩西伫山顶举拐仔起来时，以色列人就赢，手垂落去，以色列人就被拍败。所以阿伦甲互尼一人一边，扶摩西手到日落，以色列人才大败亚玛力人。这是典型属灵甲属世的相乘征战。保罗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3节，也教示咱着安怎做属灵的征战。第一，就是爱甲主结连；第二，爱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；第三，着穿上帝所赐的全套武装。遮保罗讲，最后我劝恁着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，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、管理者、掌权者伫交战。所以，着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的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阵地。咱对遮看见，
咱毋免过度看待属灵的征战，做事咱也爱认清属灵征战的真实性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愿献上祈祷感谢，互阮伫咧读但以理书第9章、第10章的中间，互阮知影属灵征战的真实性，也互阮知影上帝你美好的历史的计划，也互阮诚做信靠主的人，也无过头来解说伫阮所毋知这属灵的奥秘，甲属灵征战的事，也互阮来穿主你赏赐，互阮全副属灵的战甲来赚赢阮本身甲一切来自魔鬼撒旦的征战。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